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3日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你知。今日解读在边境封锁，总统蔡英文下晡去到桃园机场视察，医生表示，因为边境开放，外国变种病毒株 BF.7也对内入境，两化情势紧张。国防部今日讲，中共任何飞行实体入侵，伫个领空就当当作是攻击起头，而且授权予前线判断有人认为大头相当。美国康州航空庆案有评论家咧批评讲，规个事件拢是咧欢喜，加速改革，法院也判伊爱赔人代票307亿。讲到咱台湾这封锁边境939天，伫今日总算是解封啊！总统蔡英文下晡会去到桃园机场视察，不过国内今日有关有53000多的本土病例，就医生表示讲，因为这边境开放，外国的变种病毒株 BF.7也对内入来，也提醒民众随时爱做好防疫。提前先生的花心情真好，因为疫情延后许久的这对新人报名开国门的第一团旅行团要去泰国佚佗。好不容易在上礼拜6结婚了，今天当然是要去度蜜月啦。最期待就是去吃冬阴功，还有去海边玩。很开心啦，第一次跟太太有机会出国旅游，可是算是我们第一次出国旅游。对，第一次出去玩。终于等到解封了，不用隔离。总算等到营队团出国，等下台湾免隔离的一天，旅客拢真欢喜。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下晡也到桃园机场，顺是开国门的第一天。机场的出入境状况，总统表示，国境解封代表一个新阶段开始，已经请相关单位做好各项准备，投入变经济。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告诉我们国际上的好朋友，台湾准备好了，欢迎光临，邀请大家来台湾。总统发声要慢慢恢复到疫情进前一年1186万观光人次，这是美国贡献，将台湾列伫美国旅游指南分类第3级，按过日本、韩国拢是第1级，恐惊影响观光客来台意愿。他告诉他国人说，你到台湾的话，他会有隔离的问题。那但是我们现在今天开始，我们入境0+7就没有隔离的问题，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也跟这个外交部的这个北美司已经沟通过，那这个他们会请外管把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隔离的这个状况，那告诉这个国务院。在国内疫情在边境解封第一天，各增加53356例本土个案，比顶一礼拜同一天提高14.9%，创一波Omicron BA.5疫情高日确诊数第1高的纪录。台大感染科医师李炳英分析，新冠肺炎病毒每3到6个月都有新的变种，今麦台湾开国门，变种 BF.7一定入来。若要出国，可能机内底人侪所在拢是开传播病毒高风险地区。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是咱这边境解除封锁的头一天，根据着交通部观光局的统计，有20多个外国旅行团，200多名观光客来台湾。头一批入境台湾的泰国旅行团，大家是拢真欢喜，甚至有泰国的网青也来到台湾观光。咱的饭店业者表示，目前10月订房有7成拢是外国旅客，这代表讲咱的市场有渐渐在咧恢复。迎接边境解封了后，第一批来台湾的泰国旅行团，交通部观光局特别去接机，游客已经足想要食台湾的好食物啊。I want to try mala hot pot. Yeah, this is my first thing that I will do in Taiwan. I miss it so much. 我很喜欢台湾，我很喜欢台湾菜、台湾文化。我有很多台湾的朋友。对泰国来的网络红人是特别搬做网咖的人物，要来台湾翕相，来台湾的行程过失败甲满。团客来台湾的第一天，北部地区先去9分啊，坐落来去野柳食海鲜，食饱了后一定爱含女王头来翕相。为了迎接这国际旅客，5星的饭店是准备台湾的果子和糕啊，要让这旅客会当吃难忘。从10月中旬开始呢，我们的订房其中有70%都是来自海外的观光客或者是商务旅客。国境开了之后，那在住房的部分的话，其实是慢慢的有看到复苏的力道。根据交通部观光局的统计，边境解封第一天，总共有20多团的外国旅行团，224个旅客，其中以泰国团上济，过来是日本东京和韩国的旅客。那旅客是算了真欢喜，观光产业也希望讲市场会当较紧恢复，生意较紧转来。记者综合报道。
两岸情势仍在紧张，过去拢把这飞弹大炮攻击当作是战争的起头。不过，国防部长邱国正进前表示，中国的无人机进入到台湾的领空，也当作是战争的大型攻击。国防部今仔日是搁再解说讲，这中共任何飞行实体入侵领空，或者是外岛的这限制空袭，那准甲因公布了后，硬是要入来，就会当甲因当作是攻击起头，而且授权予前线部队来认定。不过，有人认为讲，安尼先来做，这前线打头变搁较重。两岸情势紧张，先出手的定义搁在讨论。较早是以飞弹炮击当作是先出手。国防部长邱国正针对中共加强对台军事威胁，加航空器进入领空马上再来。国防部13进一步说明，共军他的任何飞航实体的侵入，经过广播示警，仍强行进入我的领空，或者是外岛的限制空域的时候，将视同为其对我的第一击。面对对方先出手安怎处理，又向下指令，国防部表示授权第一线的部队处理。不过外界烦恼前线部队责任搁较重。学者分析，国军定义先出手，就是应对中共挑故意掠准无明确的定义来扰乱，无排除无人机扰乱会真数上，国军需要快速反应。他来的非常迅速，他可能来一下绕一圈就走，但他已经可能拍到了很多这个画面哦。那对他来说，他已经达到他这个袭扰的那个目的了。那所以你这个他如果能够这个很有效率的这个立刻加以处置呢，其实这个对于国军官兵来说，能够立刻排除这样的相关的这种威胁。兵役改革嘛，赶紧爱做。邱国正进前讲，由民转兵1年时间会当训练合格战斗兵。可见国防部对兵役延长到1年有伫拍算。外界关心完成4个月军事训练役，未来是不是爱搁补充兵役？役期的调整阶段还没有完全的正式定案。那么当然，如果定案以后，刚刚谈到的4个月已经服过军事训练役的这些人，需不需要补充兵役？昨天部长在立法院也讲得非常清楚。依照目前的初步的规划，是没有补充兵役的这个问题。针对特斯拉电动车有资源记录，国军回应：民国108年12月，配合政府环保节能政策过尾，目前有7台做行政运输，车顶的镜头、自动导航拢有管控，营区内外拢会关起来。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拜登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文件，讲未来10年，中国是美国唯一有威胁的对手，而且也讲帮助台湾防卫。面对着这款的讲法，咱的外交部表示，美国参与于台湾政策法当中关系到安全相关的条文，大部分已经有列入去2023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参议院版本的修正案。拜登政府伫美国时间10日发布任内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强调中国是上大的地缘政治挑战，要阻止俄羅斯的核武威胁，同時要圍堵伊朗的軍事擴張。佢表示對以色列的安全承諾。The PRC's assertiveness at home and abroad is advancing an illiberal vision across economic, political, security, and technological realms in competition with the West. It is the only competitor with both the intent to reshape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growing capacity to do it. 这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也讲到台湾，内容表示，美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反对任何一边单方面改变现状。美国无支持台湾独立，继续遵循台湾关系法承诺台湾自我防卫来抵抗武力。另外，美国参议院11点开2023年度国防授权法案 NDAA 辩论。外交部表示，美国参议院台湾政策法当中的安全相关条文，大部分已经纳入 NDAA 参议版修正案。透过这部法案来解决我们现在所面临在国防上面的问题，比如说是武器的尽数取得，怎么样去因应中国的灰色地带的一些威胁啊，或者是怎么样提升台湾的不对称战力。所以这些相关的具体做法，我们也会再跟美国国会的朋友继续的讨论。针对美国众议员薛曼期盼邀请外交部长吴钊燮出席众议外交委员会听证，外交部表示感谢，也讲吴钊燮会继续透过专访出席地课程，甲美国政策款活動，以台少多元方式甲美國各界交流。記者綜合報道。
台积电公布第3季财务报告，合并营收大约是6100多亿，扣掉这税金利润大约有2800多亿，这一股通赚10.83块。这款的成果也创下一季的纪录新高。另外，外国媒体有报道讲，这美国公布上届新的禁令，严格限制半导体设备卖去中国。不过，台积电伫中国的工厂却是有1年的时间，会当免受限制，会当继续买这美国的半导体设备。面对到这款的消息，总裁桂德嘉伫法说会顶头表示，这台积电的南京厂拢照进度等来进行。台积电13下晡召开法说会，并公布第3季财报，合并营收差不多6131.4亿，税后纯益是2808.7亿，这季增加18.5%，每一股盈余是10.83块，获利继续创下单季新高。Looking ahead to 2023, we face challenges from N3 ramp dilution, higher year-over-year increase in depreciation cost. 虽然获利继续创新高，不过就需求变化加设备延迟，台积电宣布要调降资本支出，为400至440亿美金减少至少40亿美金至360亿美金。若是外国媒体报道，韩国三星电子甲 SK 海力士有收到美国商务部正式通知，未来1年伫中国厂房设备会当维持正常生产。总裁魏德嘉是讲，要得到1年的宽限期。中国南京厂扩厂依照规划进度伫进行。We will continue to closely monitor the situation to ensure that we are all in full compliance with all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1年的豁免期到底有没有用？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不保证美国不会用其他的方式来卡你。现在台积电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可以做扩充的动作，没有错。后面都没有设备厂人帮你服务，那就代表说，其实你扩产，其实你还是很难扩产。台积电法说会前早盘股价捌中回400块，上悬来到403块，出现发税行情。不过尾盘变乌，中场让2块半，0.63%，收伫395块，佫创下波段新低。伫台积电无强，国家金融团散袂压震荡，台股大量抬价，盘中最低落到12809.43点，中场是落270.51点，收伫12810.73点，佫创下将近2年的新低。成交金额是2080亿。分析师认为，最近国际油价有小可较落，不过美国9月份的 CPI 核心物价也是真悬，若做美股继续有起落，也是会影响到台股以后的表现。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根据到韩国联合通讯社等外国媒体报道，讲北韩10日伫黄海海峡进行长途飞弹的试射，预估会当射超过2000公里远。日本、南韩的专家拢认为讲，这北韩伫咧核能飞弹头的微型化技术，可能已经有真大的突破啊！那准配合这长途飞弹操作，威胁性是比英国更加严重。北韩官方媒体公布的相片显示，这型巡航飞弹是由机动车两座平台这片发射任务。北韩人民军的战略火箭部队大部分飞弹拢是弹道飞弹，包含进前飞过日本领空的飞弹，拢用火车来号名。巡航飞弹是号名做金车。外界目前已经知影北韩巡航飞弹射程拢伫300公里以下。这摆试射的巡航飞弹金车4号，那确亲像北韩所讲射程有2000公里，是北韩飞弹战略一大突破。外电引用消息来源指出，巡航飞弹伫朝鲜半岛西边黄海海峡用8字形飞2点钟50分过34秒。いわゆる反撃能力も含めてあらゆる選択肢を排除せず、現実的に検討し、防衛力の基本的な強化に取り組んでまいりたい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るところで。北韓的飛彈協部戰略發展甲中國甲俄羅斯等東歐國家攏有關係。為外形甲性能這資料來看，這擺號稱會有2000公里的金車4號，差不多相當俄羅斯的3M5數型外號口徑的巡航飛彈。除了飛彈射程包含西太平洋各國，那北韓確實做出微型化核彈頭安裝在金車4號，或者是其他長途飛彈頂懸，一定衝擊東北亞的戰略邊緣。公司新聞時間前編譯。繼續來關心烏克蘭戰爭的消息，當這聯合國大會譴責羅西亞違法佔領烏克蘭領土，這西方國家加強軍事援助烏克蘭了後，羅西亞13對烏克蘭超過40個城鎮拼性命甲因攻擊，其中中南部的江東尼古拉耶夫是上界嚴重的。
这个乌克兰南部广东尼古拉耶夫有一栋5层楼的公寓，13起互罗西亚军队空袭，即马变做是泥泥冒冒。有一个11岁查甫囡仔伫咧放落来的按摩土角内面，砍6点钟，就要去互救出来，送到病院去救。那这罗西亚对乌克兰大规模空袭，乌克兰对罗西亚25个军事目标发动31届的攻击。对咧，这个乌克兰提出快速加入北约组织的申请，西方国家也继续提供军事武器给罗西亚，而且这克里米亚大桥去互放断去了后，罗西亚军队攻击力头变更较大，两国的这个情势是愈来愈紧张。罗西亚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的飞弹攻击了后，有超过50个国家伫北约的总部开会，因答应会提供乌克兰更较侪武器，尤其是防空系统。联合国大会昨也以143票支持5票反对，通过谴责罗西亚违法把这乌克兰4地区领土吃掉的决议。伫俄罗斯对乌克兰各大城市发动一波凶戒的攻击了后，北约国防部长会议伫咧布鲁塞尔来举行，有超过50个西方国家因为因讲会对乌克兰提供更加侪军事援助，其中加强支付的防空体系，更加是会议的重要决议。And in the past few days, Putin has given us all another grim preview of a future in which the appetites of aggressive autocrats outweigh the rights of peaceful states. We would all be less secure in a world where big powers can assault their peaceful neighbors and trample their borders by force. 包含美国、英国、加拿大、荷兰、德国这些国家，拢有因讲会提供包含飞弹甲雷达防空武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伊阁表示讲，增加援助，安尼通来早一日结束战争。乌克兰国防部是伫咧社群媒体发布一段影片，内容亲像是写予法国的一封情诗，正罗曼蒂克来呼吁对方爱送更较侪大炮予乌克兰，通来对抗俄罗斯的入侵。联合国大会伫咧12即天的193个成员国内底，以143票赞成、5票反对、35国弃权，这款压倒性的票数通过谴责俄罗斯非法入吞乌克兰领土的决议，其中包含中国、印度。因投的是弃权票。If you as a nation are big or small, rich or poor, old or new, if you are a UN member state, your borders are your own and are protected by international law. Представлен политизированный и откровенно провокационный документ, в котором не только игнорируются все эти факты, но и содержится конфронтационный заряд, способный подорвать любые усилия в пользу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го разрешения кризиса вокруг Украины. 也若顶礼拜发生爆炸的克里米亚大桥，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2即天发布一份声明，表示讲已经有抓到8个嫌疑犯，包含5个俄罗斯人，还有3个乌克兰和亚美尼亚的人。这份声明还佫讲出，炸药是从藏伫个22卡塑胶模管内底，伊的重量有22770 kg。乌克兰当局对这件代志还未发表公开的评论。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美国2012年，这个康州所在呢，有一间叫做桑迪福克小学，因为发生校园枪案，害死20个学生加6个职员的性命。这场悲剧说，予一个评论家批评讲，规件事件拢是伫咧搬戏，这家长啦，抑个囡仔拢是临时叫来演员，对受害者的家属，背书是伫咧空嘴顶头生盐遐尼艰苦。落尾这家属也去告这位评论家，这法院也判决乱讲话代价是爱赔人大票307亿的赔偿金。查某人坐伫法院内底情绪真激动，个人摕卫生纸一直咧捌屎。这个人拢是2010年桑迪福克小学枪击案内底受害儿童的父母，因无法度接受囡仔人的死亡，和面喙枪师当作是一场表演的骗局，所以甲枪师告去法院。Even though these damages are what we call non-economic damages primarily, emotional distress, reputational harm, things like that, it's very subjective. So a lot of that is going to be left, with the discretion of the jury and to uphold that. But it's also something to look at.
美国2010年康州桑迪胡克小学因为发生枪击案，造成20名儿童加6名职员死亡。枪司经济界伫节目内底表示，枪击案是演员甲媒体为着推动枪击管理法案所伪造出来的。因为枪司节目有几百万支持者，莫造成受害儿童的出来人登记，互枪司的支持者骚扰，受到精神的折磨。虽然枪司有向家属回示咧，承认枪击案是真正发生的，但搁在家庭委员提起诉讼，今嘛法院判决枪司爱赔偿家属9亿6500万美金，差不多台票307亿。It does have implications for freedom of speech, but I think they're good. You know, the burden and ability to successfully win on a defamation case, especially if it's against a public figure, is tough. And freedom of speech, First Amendment really protect that. 这是枪司因为小孩枪击案和判决赔偿的第2个官司，头一个官司是伫今年8月，法院判决伊爱赔偿另外一对受害儿童的父母5000万美金。虽然枪司的公司已经宣告破产，嘛决定对这个判决提起上诉。也无今年年底之前，还有另外一个德州法院的同款案件判决，有可会产生另外一笔罚款。公司新闻台是董朋友。既然互恁冒险撩水，部分所在已经看无路面，敢会当靠船往回。印度北方的北方邦，这几天因为连续落雨，刷严重做大水，灾区拢总10万人受影响。यहाँ सर बहुत पानी बहुत जांग जांग भर गया है, घर में खाने पीने के लिए बहुत दिक्कत है, पस पई है, सब बहुत भूखे मर रहे हैं, भूसा कुसा सब भीज गया, गल्ला पात भी भीज गया है。大水已经影响上百个庄仔头，至少18人不幸雨水都市也是淹死。当地政府派出救援队紧急搜救，不过大水唔若摧毁民众工园，水泥瓦甲豆仔类这农作物嘛受波及，收成可能会减少。进一步也造成印度国内食物大起，持续dam湿的天气也引起dengue热这疾病。सारे में यहाँ पे मच्छर डेंगू फैल रहा है सबके लिए, यहाँ पे कोई नगर पालिका की तरफ से कोई ध्यान नहीं है。隔壁的尼泊尔南部挖近印度的巴迪亚县，同款受到大雨的影响，连续落雨唔但伫尼泊尔山区带来大水，佫引起土石流。हिजोदेखि खानापिना खाएको छैन, बस्ने ठाउँ पनि छैन, छोरा बुहारी स्वास्थ्य कहाँ छन्, म बेपत्ता छौँ। हिजोदेखि बारिस आएर खानाको पनि पत्ता छैन, बस्नको पनि पत्ता छैन, के गर्ने हामी।目前已经知影有35个人死亡，几多10人失踪。随上印度甲尼泊尔6月至9月拢是雨季，不过今年一直到10月中，两国拢也搁伫落雨。环保人士是怀疑气候变迁才会致使天气无正常，嘛互当地居民拄到较早毋捌拄到的危险。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对于今日开始呢，这咱台湾的边境解除封锁啊，这疫苗注射站含诊所就真侪民众走来要注新配方的疫苗。医生表示讲，除了准备要出国的民众来注，也真侪民众是烦恼讲，这边境解除封锁了后，因受感染的几率会来增加。另外，台湾民众若准备去到日本，照规定是要注过3档日本许可的新冠疫苗，才会当入去日本。不过，日本到当时也未认同台湾的高端疫苗。指挥中心表示，会继续和日本沟通。注射站一透早就一堆民众伫遮排队，准备要注第4档的预防针。13国境解封，真侪民众是烦恼讲较会喂着，想要注次世代疫苗。就是怎么有好像又放人进来，然后我觉得会怕，然后想说有就赶快来打这样。开放是政府他没有考虑到百姓会紧张，一定很多人会紧张的。我相信你会紧张的。台中文心公园注射站的工作人员讲，现场是提供各种疫苗做伙注，但是目的地是上侪人注的，逐工干那提供100剂，随到随注。医师讲，国内疫情是还袂较好，最近因为BA.5疫情开始拖，真侪亲种族离第3档注的时间已经超过半年，抗体无够。想要做的人是比65岁以上的族群明显较侪。现在目前，第一个还没有确诊的民众。第二个，抗体的量不足的，纷纷在确诊，而且看目前这个趋势还是没有办法
平缓下来。医生讲，按算国境解封了后，做的人是比较早是加2成到3成。虽然讲第4档嘛是会当做其他的疫苗，但是次世代疫苗对变异株的效果较好。13了后，台湾开始做边境检疫0+7，但是民众去日本爱注满3剂的疫苗，而且是爱日本承认的新冠疫苗才会当入境。然后任何一档是住高端的民众，都要家己开钱做 PCR。这位中心讲，这个部分嘛一直拢在和日本讨论。并不是不能进去了哈。那至于说沟通的部分，我们还是持续都有一直在沟通哈。高端公司嘛发3点声明，强调讲高端已经是台湾正式受 EUA 疫苗，嘛已经配合台日政府来继续协商，强调会对摕到国际认证的目标继续努力。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开放边境也是行入境0+7，有真侪台商已经是2-3年无回来到台湾，所以因为两化航班有变较少，而且台湾中国针对检 CT 值有不同的标准，咱台湾是较严，中国是较严，第一是有可能讲是到中国出来变做阳性，也会造成台商因的困扰。台湾入境解封0+7开始实施，伫中国的台商原来真赞同，计划最近也是明年春节返来台湾团圆。啊，毋过因为目前两岸敢若剩往回桃园到上海、成都、厦门、北京，也佫有高雄、上山往回厦门的航点，有台商反映，两岸往来航班架次、航点缩小，而且两岸对新冠检测的标准无同，对因回乡的最后一里路带来无确定性。以前的航点多，那现在这4个点的话，近期如果双方没有协商的话，不可能有开放。对台东来讲，只是回去比较没有隔离的因素在，其他机票贵。台湾 CT 值是30，就已经达标了，不算是新冠。来到大陆的话，你 CT 值是超过30，就会被送到隔离所去隔离。所以觉得还是相关部门要跟大陆相关部门来做一些沟通。面对台商关心两岸航班议题，陆委会表示，两岸航班飞航爱日方甲咱方民航部门许可，未来航点复航必须都爱双方互相配合，双方会进行必要的沟通，若做有具体的进展，会赶紧对外公开。考量我方目前仍然有入境总额管制管控，为保障国人优先从海外返国的权益，开放陆客来台观光并非优先的项目。若是港澳入境规定已经放零做观光以外，拢会当申请入境，啊，毋过会随时变动检讨。配合指挥中心调降全球旅游疫情建议为第2级的警示，陆委会嘛调降中港澳旅游警示灯号是黄灯。外界关心小三通重开的时间点，陆委会声明会适时重开，这日通航时会当做为做法。啊，毋过强调选举毋是小三通重开的考虑因素。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马入境台湾免隔离，真侪民众打算要出国去行行绕绕咧。不过安尼生做，敢会影响到咱国内旅游咧？高雄市观光局认为，出国爱较济工，而且费用较悬，外国疫情也较歹控制。若阵国内旅游是时间短，随时停好做法。认为以短期来看，应该还佫真侪人会伫咧国内旅游才是。体验石板的用食过程，搁食在地的好食面，所以来去永安南地彩绘村翕相。即马国旅是同款加热，高雄市观光局第3开始，伫紫光美路永安家庭市区推出8条正俗的深度旅游。有咖啡吧？哇！市区一个正红的风景区嘛，继续在增设，要互游客伫高雄是4界拢会当耍，唔免烦恼国门开了后是影响到国旅市场。出国旅游一定是要经过比较长时间的一个规划，国旅市场会相对比较有优势的。市府分析，国旅的天数是会当短会当长，无像出国是至少爱3天4天，这是国旅袂互取代的原因。加上国外疫情是较无确定，短期内国旅是较袂受影响。出国就是说，可能还要再考虑一下，可能其他国家它的那个疫苗的政策。相对的，就是会把一部分预算就移到国外去啊，对啊，对，就是会互相平衡一下这样子。虽然讲国门开啊，但是真侪人因为疫情是无啥想要去。等到国内真热的点，亲像屏东海鲜馆是真侪人注文，像明年住伫海鲜馆的名称位，过年都已经1000人订啊。预约状况都十分的踊跃，那特别是农历春节期间和各个连假期间。
海参馆讲，暗时住伫海参馆的优点是结合后场水域区的导览和边仔社区的生态旅游。伫疫情进前是捌创造上1万的年营收，最近生意嘛愈来愈好。记者综合报道。即摆提供予观众朋友一个上届新的消息，就是民众党立委蔡壁如论文8月中去予前桃园市议员王浩宇检举讲伊有抄袭。这个得名在京科技大学学论会经过4届审议，认定蔡壁如的学术论文有9项重要段落无适当的引用甲注解，确实有违反学术伦理，建议撤销学术学位。今仔日校务会议撤销通过，决定要来撤销蔡壁如的学位。不过呢，蔡壁如本人是回应讲，伊也来提出申复。一来咱来看到这台北市的新闻，讲这内政部通过大巨蛋排演的测试审查，按算伫明年6月会当完工。台北市长高文哲进前也批评内政部故意拖时间，害这大巨蛋审查1年多。内政部处长华建军认为，台北市政府对审查拢是无要无紧，呼吁台北市政府莫阁替婉向讲话，要用地方政府的角度来做监督。高文哲也是搁再回应讲，莫因为政党利益牺牲着国家利益。大巨蛋公风前管家内政部处长华建军认为，台北市府对大巨蛋的审查关怀不够，批评台北市府暗含。台北市长郭台无咧软，回呛华建军。为什么台北市政府一直是站在远雄公司的角度在说话，而不是站在一个地方消防主管机关或建管主管机关的立场在要求？申请过了，拿到同意书才来台北市政府再申请那个建造变更。我们如果派很多人去才是奇怪，你知道？就变成我们在护航要干什么？你要挡就勇敢的说你要挡就好，何必再解释来解释去的？内政部长徐国勇表示，内政部审查同意排演测试方法，相关单位应该赶紧处理。若规定搁延前，恐怕无一定会伫明年6月启用。大巨蛋审查为中央甲地方论战，看到台北市长的选情焦点，搁引起立委论战。案子送进去1年多，如果要有问题，应该早点提出来。那这1年多为什么没有审？那是不是卡台北市？那我讲市民都看在眼里，大家市民所关心的一个政务，把它当做一个口水来这样子玩文字游戏，我想不是一个政府应该有的态度。我想市政府也应该要这样子严正的看这件事情。蒋万安市长炮口对准审计部报告的高端5大缺失，批评陈市长公开透明是骗人口号。陈时中当时一直狡辩说疫苗采购资料是保存30年，审计部就是直接证实，它就是保密封存30年。所以陈时中他所讲的，不管是公开透明或是抗中保台，都是欺骗人的口号。蒋万安进前捌在节目将对手比作做红酒甲西瓜，互人批评不法对手。蒋万安澄清题目是要比作做物品，才会直接反映。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台北市主计处的统计，伫这厝价真悬的台北市，税厝指数嘛是逐年伫咧成长。有真侪来到台北读册食头路的少年人，这个厝税伤过悬，互伊的日子真歹过。也真侪台北市民同款的当着要税厝的需求，青年居住问题是愈来愈多。台北市长选战，这参选人会提出什么款的政策来解决呢？咱做伙来看卖。李小姐结束一天的工课，回去伊睡伫捷运上山站附近的厝，拍开大门，要先爬6层楼。本身是台北人的李小姐离开厝内独立生活，但是伊的月俸根本缴袂到台北市的厝价，为着省钱，因当中4个朋友一个月开28000块的厝税，所以这间楼顶买另外大的，伊家己负担4000块。它的大小就只有4坪这样子，只摆得下衣柜跟床，然后有一个对外窗，很小。这种楼顶买另外大违法建筑，台北市真济，居住条件通常较歹。李小姐讲，会使用28000税到这款的厝，已经真好运。我工作是需要开车的，所以就是我在这边的车位也是4000块。上课结束，丁小姐返来到伊住伫咧新北市蘆洲的套房，这间套房6坪左右，每个月9500块厝税，离伊的学校台北市国立师范大学真远，这拢是为着较好的居住品质。迄当中我会租这间，就是因为遮的浴室较大间，因为讲
我进前住的所在就敢若一个洗手台、一个马桶，就安尼，遮就是会当看到，就是各有所在通行。伫厝内至少有骹路通行，真侪为婚啉到台北读册的丁小姐小小的愿望。根据伊的经验，伫师大附近想要住较舒适，租金上无爱1万块以上。有亲像你咧睡厝的？嘛是有，啊，毋过因拢住伫咧较贵的所在。差不多偌济啊？1万块1,100的款哦。经济能力不够的上北学生族群，也是买袂起厝的台北少年人，拢需要税厝。不过台北市厝税悬，而且根据台北市主计处的统计，租金指数伫这10年期间，以0.5%到1%的速度逐年提悬。推动居住正义的团体甚至认为，是这种项目政府统计遐尼乐观，地方政府要解决厝税的问题，去社会主体是一种方式。短期拢买袂起厝嘛。所以就是愈来愈侪人会就是用税厝嘛，愿意把伊的厝摕出来租的厝头家，并无增加，市场无提供，咱政府来提供。台北市长选战上竞争的三卡都，嘛拢提出政见要解决居住问题。民进党陈时中讲，社会主体伫4档内要达到57000户的目标，而且租金嘛要降。你用什么方式这么有效的可以被盖出来？标数就把它定好来。换句话说，不但是要管理我自己，也要让市府的整个跟议会里面明白，这是我们的政策，就是要达到目标。无党籍黄珊珊提出未来体政策，所以未来体20档以上有机会会使摕到地上权，而且过去纳的租金真侪投机款。社会主体的量有够啊，你较有可能来做。未来才是18年后的事。但是你从要现在开始做规划，不会影响我们推动社宅，这两个应该是可以齐头并行。国民党蒋万安提出千金换居政策，让时代带入新的社会主体。原有的老公寓整理了后，配合给少年人住。你叫时代人老人搬厝，伊就无爱愿意的啦，因为习惯这个所在吧。我们并没有离开原本熟悉的环境，让他们感受到环境对他们的生活是全面的提升。OURS 认为，大家参选人的政见方向拢真好，但是执行上会遇到困难也袂少，而且现主时税厝族群佫拄到税厝乌市的问题，厝主无报税，无愿意互厝卡入户籍，地方中央政府提供任何补助，厝卡可能拢摕袂到，政府也无法度知影厝税咧起的是这状况，拢是有待地方甲中央政府做阵来解决的。记者郭文祥随丹报道，台北采访报道。讲到咱台湾的兰花出口产值有到58亿遐多，其中乌蝶兰主要是出口去到美国，敢若去年卖去美国就产值19亿，今年要14亿。不过咱台湾伫咧9月初7有收到美国迄边的通知，讲兰花有几染着草蜢，规个货柜爱退倒转来，或者是装废掉。农委会表示会全力协助业者做好管理，避免检验出问题，煞互人暂停出口。各品种的乌蝶兰，咱台湾研发的能力真强。2004年嘛，争取到兰花会当含培养土做花输往美国。不过今年9月初7，防检局接到美国的通知，乌蝶兰有藏杂草子，可能危害到像树，要求退运还是销毁。农委会证实16批拢总23柜，13业者互人退运。立委烦恼无赶紧机会，业做暂停输入，恐惊会失去市场。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因为归零啊，这个市场会归零啊。是我们绝对不能让因为这样的一些防检疫的这一个部分遭受影响。原本美国已经针对特定业者准备宣布暂停输入，不过防检局争取9月21了后，输入若是违规，才算第2届。防检局表示，这项业者需要加强自主管理，出口前嘛提高检查率。辅导业者怎么样来做杂草的管理？种植之前要经过热水的处理，而且这个热水要在研究上面是需要在80度处理30分钟。兰花产销发展协会表示，业者会做更加严格的自主管理，希望农委会会当尽力争取时间甲空间，让业者有机会改善，唔通去予美国停运，因为冲击甲什么时阵会当个输入，拢有真侪变数。就讲嘛要停柜啊，是要安怎或者当然会造成业者这方面的恐慌，袂当讲你甲咱暂停了，结果来咱后手讲当时要当个出货，大家拢唔知影。这件代志，咱毋是咱这件代志就大条啊。国内乌蝶兰主要出口去美国，去年外花产值是19亿，
今年到9月份嘛有14亿。业者讲，即届美国为别国产品验出有杂草籽了后，扩大查验，结果台湾原来互查到，目前互人验出有草籽的货柜差不多占出口量的1-2成，大家会主动改善，避免造成更加严重的经济冲击。记者综合报道。合欢山第2019年得到国际暗空协会认证，落尾要设一个暗空公园，要等咧防治光害。根据着暨南大学研究团队表示，若这天气观测品质有明显的改善以外，星空有线点击也对去年54间，今年增加到72间。这看天气的品质也已经达到严格标准了。点点的星光伫天边看起来水当当。南投合欢山暗空公园伫2019年8月得到国际暗空协会认证，叫做亚洲第3座暗空公园。南投县府甲当地团体致力检测公害，暨南大学的研究团队经过4年检测，品质有明显的改善。我们分析了过去29笔的一些资料哈，在这4年里面，那总共有7个点，它的星空品质是有显著而且这个大幅的改善的。友善灯具的一个使用，是不是有持续在做星空礼仪的一个宣传？这个可能就是未来我们慢慢的更要加重的一些工作。根据研究报告，暗空公园内底有12个观测点，为2019年到2022年观测，发现包含延峰甲合欢山总顶有7个点的星空品质有明显改善。清境在地团体表示，除了检查做明加装灯塔，也甲当地点头推动星空友善公约，按算今年会增加到72间。当初推动暗空公园的星空守护联盟创办人刘志安指出，看到不只是观光成效，个人检测公害对生态冲击。台湾的光害问题不是不能看到星星的问题而已，而是我们有很多的农作物是受到光害影响，我们的生态环境也是受到光害影响的。透过这样的一个自治条例可以来维护整个星空的品质。县府表示，暗空公园管理自治条例今年6月3度通过，伫园区内底停车超过3分钟，就要关所有对外公园，若无会罚1000块。环保局也草拟公害管制自治条例，一方面设定光敏感区，也对光害管制标准甲测量方法定出明确的开发标准，确保暗空公园的品质。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议会最近通过高雄市丁仔卡管理使用自治条例，未来会当把这丁仔卡分做4类，其中1类就是开放予路边摊，也是店家会当来申请使用，不过也是爱保留这过路人行的空间。这个丁仔卡食早顿伫台湾已经算是真普遍的代志，不过大头家就讲，只要有人来检举，也是去警察开单。为着要互起了管理标准更加明确，高雄市议员我已经就提案，起了管理使用自治条例最近已经上议会通过。未来丁仔卡有分4类，其中的第3类是公告1.5米的单条加施工，大头家会使申请摆单，不过要有留人甲车会当通过空间。如果没有人检举的话，是应该还好；检举的话，他就会来开单了。不要这样子，因为你这样子，大家都会有样看有无样，家己想要安怎迄个。丁仔卡要开放，大头家是真认同，不过嘛有人烦恼准唔准是安怎来认定。工务局表示，因虽然是主管机关，不过要认定土地敢是丁仔卡用地，后续也是要交予各目的需要主管机关去决定。骑楼的主要回来申请，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骑楼只要留下1.5公尺供人行的空间，或者在出入口地方做个1.2公尺的这个出入口，这些空间以外的地方就可以来做一些使用。就是跟那个机车抢路啊，就我们老人家不方便啊。开放丁仔卡，敢会影响到民众的通行权？民众表示，过去就捌看过丁仔卡，互人全部占强，乃当行丁仔卡，免甲汽车、机车抢路，当然是上好的。工务局也表示，为了互民众方便，有咧研究针对店家提供丁仔卡无障碍空间，也是婴仔车友善环境，另外佮提供奖励措施。记者综合报道。伫新德县有一个80岁适龄的查甫人，有60多年掠土量的经验，是在地真出名的人。不过，伊伫咧初十迄天，一个人去海边掠土量，加金马时阵呢，尾后却是全部消失。家属报警查了后，即马搜救人员伫咧找人。过去报纸刊的相片，伫壁顶搭甲满满，
带新竹香山地区的林姓男子，在在地以掠土龙出名。想袂到在初十迄天，伊一人去海山渔港附近要掠土龙，到即马也未回来。吃完早餐以后，然后他就背着工具就出门了。我妈是到晚上5、6点才说爸爸今天都没看到了，早上出去没有回来，我们才知道啊，情况不对，然后马上去报警。食饭就小叫，困无人的话，恁敢袂完了吗？提出平常时专门掠土龙的工具，伊后生讲，老爸今年已经80，因为有血啊，即马较少出门掠土龙。最近天气搁歹，希望大家斗相共。大概搜索的范围及重点一样，会集中在水资源中心到龙凤渔港一带，那希望能够有所寻获。今天下午我们会是风势的状况，如果说风势状况允许的话，我们会利用空拍机来进行相关的一个勘察作业。警消甲海巡接到通报，连夜出动来到海边找人。虽然最近新竹风头，乱机较无法度飞直，不过会加派人手在附近斗找，希望量早甲人找到。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嘉义县自2020年的时阵呢，这65岁以上人口已经有105000多人，占总人口的21.46%，是台湾上有岁数的县市。为着要让时段会当找到适当的头路，嘉义县政府甲中正大学做伙伫民雄成立研发人才服务据点，13正式营运。服务人员参时段详细讨论找头路的需求甲条件。嘉义县第一个专门服务时段的就业服务据点设伫民雄早安公园边啊，13早时正式接牌启用，现场就有一寡时段留资料，希望会当找到头路。55岁以上去，还佫有找工，要有人找头路，算袂歹啊。所以讲你想要利用这来找头路吗？应该是会啦。不管是就业问题，还是讲咱的就业咨询，甚至心理咨询，还是讲一寡简单的健康服务，还是讲一寡课程辅导，拢让伫这个据点来做服务。中正大学高龄学习创新研究中心表示，台湾伫4、5冬了后，就会进入超高龄社会。如何运用甲培育高龄人口，是解决人口老化问题进程、维持台湾产业发展的重点。2方面它同时进行，一方面呢，就现有可以推出的人才的部分的话，就先就业。那有一部分呢，可能还没办法及时就业的部分呢，我们是希望能够推证照制度啦，还有就是培训班啦，那以及呢开发职务，就是新的工作机会把它开发出来。因咧中高龄嘛运动安尼嘛是袂歹，可能爱搁较普及一下无点知影人无足少知影会少罗清楚表示，时代找头路的困难，确实是交通甲工作时间，已经针对春秋工时甲企业讨论新的工作机会。未来这个服务据点，嘛会伫海区甲山区来设立，希望替嘉义县的时代建立完整的工课媒合平台。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土制物件情形受到重视，因为这商品顶头拢有写一个保存日期。真侪消费者拢认为讲这物件过期啊，就袂当食爱撇掉。不过，伫英国有几多间大型连锁超市已经取消一寡商品的保存期限啊。即马去传统市场买菜人愈来愈少，都市化程度较悬的所在，即马大家要去买生活用品时阵，拢走去大型的超市连锁店。真侪人买进前，拢会先看外包装顶头的有效日期，看是毋是有过期。I think it gives me a sense of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timeline for the food, and so I'm more aware of what's happening with the food based on getting closer to that date. I think it's a good idea they have expiration dates, and I do look at them and use them. 真侪国家的这种卖场拢有标示日期，因讲本地就是标示的用具，特别是一个蔬菜水果加肉。譬如讲，某一个期限进前是食产品的上好时间，过了期限可能味有较歹，因过也毋是讲袂使食。但是真侪消费者看到过期啊，就认为袂使食，就拢总甲伊淡掉。There's sell by dates, there's expiration dates, there's best by dates. People don't understand what those things mean. Most people believe that if it says sell by, best by, or expiration, you can't eat any of them. Well, it's not actually accurate. 伫咧英国，包括阿斯达、莫里森、维特罗斯等几多间连锁超市的业者，自2020年9月开始，就慢慢取消全部或者是部分生鲜食品的赏味期限标示。
主要原因之一是要避免伤过侪食物和消费者单调造成浪费。根据联合国有估显示，全世界每年浪费的食物比例到17%，上侪拢是一般家庭单调的。美国的食品业者也有这种统计研究指出，全美国每年单调的食物或者是食材内面有7%，相当是400万吨，是因为消费者唔知影日期标示的意义。公司新闻是嘉玲编辑。讲到食薰，唔乃造成二手薰的空气污染，这爆薰了后的薰头也会影响到环境。不过最近伫印度有专门回收薰头，把这薰头摕来再利用工厂，和本地当作是粪扫薰头变作是肥料，再成纸，甚至是红仔囡仔上界爱佚佗红仔。但个世界拢是的薰杂仔，互街仔路看起来真垃圾。但是看到印度生理人古塔的简单，这个薰杂仔唔是粪扫，其实是真有路用的宝贝。Whatever materials that we collect, we process and recycle all the cigarette waste here at our factory. 古塔伫个印度北部工业发展区诺伊达的工厂，是专门伫回收再利用薰杂仔的工厂。工人会将收集来的薰杂仔拆开，分做3个部分。烟草加做薰了后，会当用来做种花草的天然肥料。薰杂仔的纸，嘛会用来经过处理，用来做再生纸，甲其他纸类的产品。另外，包伫纸内面用来过滤粉的焦油，看起来敢若海绵的物件，其实是一种叫做醋酸纤维的化学材料。这种化学材料需要10年以上才会当分解，对环境会造成真大的危害。但是即马经过处理加工了后，竟然会当代替棉啊，用来煎伫个布红啊、枕头，还是其他产品的内面，互人讨厌的薰杂仔变做囡仔上介意的布红啊。इससे ये काम हम इसलिए करते हैं कि एक तो हमारा जो पर्यावरण है वो भी साफ सुथरा रहता है, बाहर की गंदगी साफ हो जाती है और हमारे तो पैसे भी बन जाते हैं।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资料，伫印度食薰的人口有差不多2亿6700万人。每工所产生的薰杂仔的量是非常惊人的。这间薰杂仔回收工厂的头家古塔讲，因即马每工会收集超过1000公斤的薰杂仔，希望未来规模会当继续扩大。记者甘延年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今日到新竹对22度到26度。苗栗到云林对22度到30度，嘉义到屏东对20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2度到30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1度到28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暗时7点再相会。